我的人生就会像小孩子一样被保护，一帆风顺。我未曾生过大病，我不知道，在我生命当中，这是神的怜悯以及恩典。也因为我的自大，不懂得看待别人身上的苦难，也理所当然。我也认为别人发生事故是应当的，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。在还没有受伤之前，上帝对我来说，这是我一个父母亲的一个信仰。我不认为上帝这么重要，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因为我自大的认为，只要我想要做的，没有任何事情我没办法做到。当我上高中的时候，这是我开始爆发，我不断的做坏，让我父母亲非常的伤心，于是来到了我父母亲担心的叛逆期。甚至在高三的时候，我甚至被学校要退学。我的父母亲来到学校里面，来恳求耶稣，来恳求学校。当下我看到我的父母亲跪在老师面前，再次给我机会。我看了，于心不忍。为什么我要让我的母亲在别人面前跪下，来祈求给我一次机会？当下我下定决心，要把高中来读完。而我也认真在我的电脑绘图笔记上，神也恩待我，让我考上了电脑绘图笔记。不过，我没有因为这样很努力，我只知道我要逃离我父母亲的手。我想到外县市去读书，开始过我自己的人生，不受任何人来牵挂。大学我考上系榜首，我没有因为如此而更加认真读书。对我来说，我只想做，我就一定做得到。我开始越来越骄傲，我越来越瞧不起别人，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像我一样做得好。也因为这样的态度，我开始失去了方向。在还来不及思想我的行为的时候，我一步一步走向背逆这十字架的道路。我开始过得一个不像基督徒的生命。在发生车祸的前1个月，我甚至厌倦，我觉得生活好累，内心非常的痛苦、孤单、无助。我甚至想放弃我的生命。我不知道怎么跳脱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可是朋友一找我，我又再一次出去。每一天反复这样的生活，非常的痛苦无奈。在大学要毕业的前3个月，2008年3月7号的那个晚上，这个车祸翻转了我的整个生命的蓝图。我所有的计划，我都没有办法继续执行。当我被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的时候，我做了很多的检查 ，MRI， 最后医生来到病床旁边，对着我的母亲和我说：“我一生永远都在病床上面，若有生机，或许还可以坐在轮椅上面，但是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到处走动。”对一个当时22岁的我来说，
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。当下我根本听不见我周围有任何的声音，被黑暗的空气来笼罩。当我被推到加护病房的时候，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多陪我多说话。当我进入加护病房，这是我人生最痛苦、最折磨的时候。医生、护士3个小时来翻身，他们每一次翻身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每一次翻身，就证明说我一辈子都要靠别人来翻身，我的人生就没有希望。不知道我的未来会如何。在加护病房的3天当中，我除了哭，没有别的事情能够做。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。第3天，我呼喊，我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，恳求神来怜悯我、饶恕我。痛扼我的生命，仿佛觉得我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充满了罪恶。我厌弃我的生命，我向神呼求，主，求你救我。若你可以做什么事，求你救我。当我呼喊完之后，看到我左边的墙上有2句话：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这2句话，直到第3天我认罪回转的时候，才看见这样的经文。神再次用他的话语，使我的心里面平静。当下我才知道，原来耶稣基督为了我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洗净了我的所有罪孽。我知道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要在我生命里面活着。当下我知道我会面对很多的挑战，无止境的复健，就算身心疲惫，神每次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、鼓励我、帮助我，再一次跨越这样的一个困难。我知道我的每一步都走在神的道路当中，他也预备我进入到他要我预备的道路里面。隔年2009年，我报考玉山神学院，因为当时的我身体的关系，再加上学校没有这样的无障碍设施，于是学校拒绝了我。当我听到的时候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我说：“主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主，我愿意为你而活，为什么你不要我？”我说：“主，你知道我的心，你知道我愿意单单为你而活，不愿意无论你让我带我去哪里，我愿意跟随你。”神在预备的过程当中，用6年的时间来预备我，让我透过这个运动当中，让我知道我是谁，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，我的价值在哪里。让我参与了这个运动，从3铁、竞速轮椅到游泳，以及最后的射箭比赛。我参加这些运动，
得到了全国的前3名。最特别的是，上帝透过射箭来教导我，生命要试中他的把戏，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枉然。上帝透过这些运动，一次一次的来教导我，在我生命当中，我知道我将要面对很多的困难。我最后也参加了国手选拔赛，最后我也得到了第1名，我也有资格代表国家出去亚洲比赛。当时我要准备进入台湾神学院，我开始非常挣扎，我不知道我要选择台湾神学院，还是继续射箭，做我喜欢做的。然而我把主权交给上帝，透过祷告寻求，和父母亲讨论，于是父母亲的决定之后，我愿意再次把我的生命交给上帝。我报考台湾神学院，让我更多的装备，让我更多的学习，就是为了要活出他的旨意，为了要活出他的价值在我生命当中。我记得我到台湾神学院的第1个学期，我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难熬，我也非常的挣扎，因为我无法在课业上面学到很好的成绩。以我的头脑，我没有办法了解这么深奥的奥秘以及神学的知识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内心非常的痛苦，甚至想要离开台湾神学院。但最后，我握住双手祷告，我的心里渐渐的平静下来。我开始翻开我平常所要读的圣经。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，它里面那句经文是：有一个瞎子因着耶稣来触摸他的眼睛，第1次他看不见，很模糊，但第2次耶稣在摸他的眼睛的时候，他全然看见他周围的事物以及耶稣基督。当下我哭了。对未来，过去我很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旨意，也真实知道我要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软弱，甚至要离开台湾神学院，上帝再一次用他的话语安慰我、怜悯我，让我再一次透过他的话语，能够再一次坚定起来。在台湾神学院3年当中，神不断的来带领我、引领我，给我他的话语，不论是在我肉体上的需要跟经济上的补助，他供应我，他的恩典无时无刻都临在我们生命当中。甚至在人、在医生来说都不太可能的事情，对一个从胸口以下、下半身都瘫痪的人来说，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来接受我。但是神安排我的妻子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，不是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待我这个轮椅上面的躯壳。他陪伴我，支持我。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临在我生命当中。当我面对这3年要毕业之后，我有很多的想法、思想。我说主，我如何能够活出你的旨意？这受伤了将要9年的时间，
每一天都是非常的痛苦，每一天非常的难熬。若不是有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帮助，我无法站在众人面前来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。若不是这背后的这一只手，我没有办法撑住我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的病痛。当我回想之后，才知道这一双手扶持着我，带领我，因为他应许永远不改变，他的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他命令就立。他说凡向他祈求的，就必得着；寻找的必寻见；叩门的，他必为他开门。我相信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在你们的生命当中，神也愿意做他奇妙的事情，就是为了使你们活出那美好的价值，以至于用这样全新的生命能够来翻转、来改变、更新这样的一个时代。上帝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，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他要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恩典，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回头看这些祝福恩典，能够来荣耀耶稣基督的名，使神的名大大的被赞美。愿耶稣基督今天也在你们今天心里面来做事。